港車北上想揀電動車，等我同你逐樣數下佢嘅好處先啦。首先，內地嘅充電網絡真係密到冇朋友啊！好似珠海、深圳呢啲大城市，周圍都有充電站，而且收費平到笑啊！每度電先係人民幣9毫子咋，比起香港就真係平一大截啦。仲驚中港兩邊充電嘅制式唔夾，唔使擔心喎。轉換器咧選擇多到爆 ，Tesla 原廠款3200有交易，雜廠牌咧1000蚊內可能都已經搞得掂啦，輕輕鬆鬆解決所有嘅問題。仲有高德地圖同埋充電在手小程式，一 click 就揾到充電位，連歐標嘅充電站都一 search 即有，就算唔記得帶轉換器都唔使驚啊！再講停車場，內地好多支援港澳車牌自動識別，用 WeChat 掃碼入場即刻搞掂，超級方便啊！電動車又環保又慳電，跨境充電，而且越嚟越簡單。而家換車隨時可以暢遊大灣區，你諗下係咪超級吸引先？光電充一充，未來更輕鬆。